后来继续来看咱的渔民被欺负咯，而这个外海咧作业，明明就是伫范围内。 竟然互日本公报放送讲食过界，佮甲咱当作是中国的渔船。这台苏澳籍的渔船，20号伫花莲的外海掠龟头岛的时阵，互日本一台执法船干扰作业，讲咱是中国的渔船进入着因日本的经济海域，佮一路对1点外钟才来离开。昨嘛有2台台湾的渔船拄着同款的状况。 渔民是真愤怒，讲伫台湾的领海，佮互日本来赶，是要安怎来讨价咧？讲这是亲门大户欺负着台湾的渔船，真无理。啊，渔民嘛真质疑，台湾甲日本这个渔业的协议，当初是安怎来画界址的咧？那边的中国渔船，我们是日本国水产厅的渔业执法船，这里是。 日本专属经济海域，风影直直拍过来，一台日本渔船一直来放送干扰台湾渔船作业，佮讲是中国渔船根本认唔着人。不过渔民看起来经纬度无飒飒，因为这范围明明就是台湾经济海域。集水干扰，台湾是不是他们的啦？20号透早9点外，这台苏澳的渔船到花莲外海掠龟头岛，一台日本渔船所自北方越界，一直挖近放送来干扰作业。苏澳的渔船往台湾的方向驶，不过对方却一直约伫后壁，一路咧对点外钟了后才离开。以前我碰到他们，他也不会说是那个中国渔船啊，他也是说台湾渔船。这拢算咱家己的迄落领海啊，佮互日本船啊赶啊，阮叫阮这渔民要走，要安怎生存？渔民真正真无奈，当时虽然有通报，不过因为日本船无赶赶，所以无要求海巡来协助。不过22号，佫有2台渔船拄着同款的状况。这哦，亲门大户咧欺负咱台湾船啊咧，这足无理的了。日本船直直越界，影响渔民掠鱼啊！敢若毋望政府会使徛出来保护渔民，互因的基本生存权利有保障。